继续来看国民党的前立委郑丽文号召成立党外在野大联盟，这个成员包括着立委郭正亮、马英九办公室的执行长肖玉银，也有万昂馆长等等。虽然郑丽文讲成立这个党外大联盟是要来制衡着民进党，但是参加的成员引发着讨论。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就来质疑，那会参加的人拢是国民党的咧。 反对天公集团。一看到有人举牌抗议，工作人员随冲进前将人家扭出去。伊所发的，这是由前国民党的立委郑丽文就跨党派人士成立的党外在野大联盟。我们的发起人名单可以看到，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来自于广大不同的政治光谱，不是专门为了大罢免成立的啦，因为我们不想要只成立2个月。 就讲成立时间正是大罢免的时阵，引起猜测，伊英国捌因为大罢免去抢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，选伫这个时阵做党外势力嘛引起联想，敢是要为补选做准备？进一步来看，发起人的名单包括前立委郭正亮、万宏馆长、北一女的老师吴桂芝、中研院院士陈培铁、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玉银等人拢在内。 不是说是在野党外大联盟吗？但分明这些人通通都有中国国民党籍啊！怎么中国国民党的人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国民党，还扯自己是党外呢？在立法院国民党委员跟民众党委员的监督力量其实是不够的，所有在野能够一起来监督这个中央的施政啊。好亲像是为了要有新联盟的势力，未少南北立委嘛来参加，是讲伫这个大罢免的过程中，会当有偌济帮助？ 就等时间来证明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